巴巴走，拍拍走。外国强成品，既然中华民国教育部台湾台各常用词典内面就已经记录了拍拍走，安怎你阁坚持写华北语英文的巴巴走？这根本是不合理的。这个台湾台语的词典内面，伊人的专家拢总是用泉州话、南福建话、台语的英文去思考我人的文字要安怎写，所以安怎袂使倒咧？你人照倒就会使了咯。若无下真正乱去的知无？我冇办法接受人家写客家诗、写马街嘅时候写马街嘅。华北句普句者无法度接受，我黑白写不要乱写华北语这款的和词文嘛。所以讲，你嘛同款爱尊重我人泉州人、南福建人。台语普句者写正确的泉州话汉字、南福建话汉字、台语汉字。我唔管你是啥物公司，你莫甲你的公司的这个名字爱安尼管缀条我。爱我欠税，我无论安怎，我是爱讲，因为糟蹋着我的普句，我是背会使论的。同理，我嘛是无法度，别人用华北句的英文来黑白写泉州话、南福建话、客话、广府话等等的，好犀利就好犀利啊，唔是啥物好犀利啊！